目睭要微微啦，啊，一是袂晓开车啦，要经营车行，你哪法度？阿嫂想要继续经营车行的生意吼，我挺了解啦，嘛是为了安兄。母啊，我真足甲想看卖啊吼，咱若是应该支持嫂啊才对咧。支持？嘿啊。你是要摕什么支持伊啊？嫂啊，这个钱吼，你摕交罚单啦。啊，其他的货车贷款吼，我会阁想办法啦，你放心啦。真啊？母啊，即摆阿兄都已经无伫个啊啦。照顾阿嫂、保护阿嫂，当然是我做小姐的责任啊。即摆嫂啊有困难，我替伊解决嘛是应该啊。你著听我的就无毋对啊啦。嫂啊，这个钱你摕去啦。嫂啊，你著免甲我客气啦。我今日若有才调甲钱摕出来哦，就表示我有法度啦。你免替我烦恼啦。阿兄在生的时阵吼，努力想要开一间货运行啊。虽然阿兄姐妹已经无伫个啦，啊，毋过吼，毋管哪样，我就会支持你啦。我会支持你哦，继续甲货运经营落去啦。你是小道读个歹念的，要支持经营货运行，等你落来等到当时，伊卖土地，咱摕到钱。母啊，啊这你都毋捌安尼？你要叫嫂啊卖地，啊你嘛得用一寡头壳。啊像嫂啊迄落人的个性啦，食软毋食硬啦。啊你若硬要叫伊卖地吼，伊就敢若毋卖啦。啊不如吼，咱先顺伊的意，啊等甲伊若相信咱了后吼。要安怎？哎呦，创啥咧？了后吼，我会想一个考虑计啦。阿嫂伊感觉讲吼，对咱会真袂得价，免偌久，伊会乖乖啊顺咱意思去做啊。喂，又伫好运了。对啦，对啦，对。哇，啥嘛？有生理来哦。有生理来了。伊是要载啥？你要做啥啦？要几台车？要几台车啦？对方是啥物人？对方是你啦。头家娘啊，我甲你滚笑的啦，我是看这电话有海记啊，无海记啊，真好啦，无歹。哦，我想讲吼，无听到电话咧响，哪有生理啦？有生理的时吼，行开车啦；无生理的时吼，心情嘛免遮歹嘛。阿三啊，哎，我要甲你参详一项代志。你即个月薪水吼，小可欠者好无？啊？你唔肯哦？哎呦，头家娘啊，咱即个月拢无日销，要摕啥物来互我啦哈？即个月薪水吼，我无爱迟啦。袂用个啦，咱公司运作若正常吼，我一定会补你。哎呦，莫想遮多啊啦！迄钱哦，迄小可代志啦，钱也袂使阮豆油食尔。阿三啊，我有当想讲吼，我嘛袂当这么自私啦。老李伫咧遮吼，缀我咧受苦，无定你去别位食头路吼，对伊较有保障。头家娘啊，你是嫌我袂晓做代志，要赶我走呢啦？阿三啊，你就知影讲我毋是迄个意思，你若要安尼讲啦，我是心肝头袂当过。你看啦，你伫我遮上班，我也无互你薪水啊。我毋是闲闲的时候，拢有逐朋友代班啊，生活绝对毋是问题啦。你嘛莫伫遮会得过袂得过安尼啊？以前吼，敢若头家对我上好尔啦。我除了伊哦，无人愿意甲我收留啦。伊即摆无伫个哦，我应该在咱这个车行顾我条咧，我哪会使走咧？你若是要赶我走，我嘛袂走啦。阿三啊，我真是毋知要怎感谢你才好。300咯，感谢村的啦，咱家己人都免接济份尔。我头家娘啊，
无你哦，坐在遮听电话啦吼。啊，我去敲电话啦吼。奇怪啊，你电话哦，哪会敲会出去啊？啊，收袂着啦。可能是金华伫遐闭柜。我哦去敲看卖，查看卖，啊，无电话哦，啊，就死你哪会来？妈，我想要赶倒来炒一下饭，你拢穿好啊？搁穿到这么清楚？你来无闲规工吼，转来嘛咧食一顿啊好诶。我才讲吼，款人即摆无食营养袂用，等你熬大咧，会出食较营养咧。我都徛遮创啥？手紧去洗汤仔来食，所叫款人吼。哎呦，你若老岁啦？是啦，先做啦。无要紧啦，这小花伤尔啦。你要停了吼？哎呦，你若切伤切到安尼啦？我落去共挂看板啊！啊，挂看板哦，爬遐尼悬哦。哎呦，迄人落落，若去跌落高压顶，高压顶是第四人，你知唔知影？迄偌危险咧。别项我也袂晓啊啦。趁钱有数，性命就爱顾啦。啊，就是这头路无人要食，钱才会遐济，一工就几6000块呢，搁领现金哦。煞，这个钱吼，你摕去交贷款啦。小姐啊，你免为着我吼去做这么危险的工课啦，我。煞，你毋免替我烦恼啦。啊！我但是安怎啦？哎呦，我规身躯疼了了啊啦！我要先来斟烧水啊！哎呦，讲到你这囡仔哦，啊，食到这么大嘛，要才拍拼过。你安尼吼，也不是足欢喜的啦。啊，我吼，我是烦恼你安尼吼，食袂落肚的。手悬咧心通爬哦，啊，初当再叫别人搬就好啊。安尼我也着做。啊，真啦，伤等的啦，你听阿母讲，你若有啥物三顿两顿，阿母这世人是要靠啥人啊？母啊，透早莫讲遮啦，我要出来啦。小姐啊，你还是莫去做工啦。我无去要哪会使啦？我知影你连阿三的薪水都发袂出来啊！我搁来拼规工吼，阿三的薪水就有啊啦。小姐啊，我有真少想过啦。我想讲吼，要甲车行收起来，啊地卖卖咧，安尼才是办法啦。对啦对啦，地卖一个吼，安尼生活嘛较好过，免咧艰苦坐挂。嫂啊，我想你还是应该甲会人继续经营落啦。我袂晓驶车，阿三的目睭阁有问题，想要请人阁无钱，就算讲我想要维持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搁较艰苦，我嘛支持你开会运行啊。小姐啊，我哪会用拖累你啦？这边哪会当讲是拖累咧？你是我阿嫂，我替你做淡薄仔代志嘛是应该啊。春雪既然甲已经决定啊，咱就尊重迄意思啊。小姐啊，我一定决定要卖地啊。金华遐吼，就麻烦你去联络。好啦。啊！你哪紧就转来啦？无你上亏呢啊！用杯就对，我人家讲，听到你的电话讲春秀要卖土地，好欢喜一个，飞机不坐就转来啊！春秀啊，你总算是想清楚要卖土地啊？迄是阮嫂也要卖哦，我才咧唔甘呢。所以啊，阮甲地卖互你，哪是有妥当啊无啊？妥当啦，保证卖互你食几个，你放心啦。咱大家是拢有熟识哦，你是毋通阮骗呢？啊无我会当摕出市价证明啊，啊无你出去外口问嘛，我嘛唔惊，保证用
比这个更较悬。苏老板，我嘛捌卖过地，要办啥物手续嘛毋知影，是要传啥物件？想讲地契啦、身份证，这敢爱？这拢爱，这拢爱。啊，另外吼，我会传一个公证的代书啦。安尼你紧去找代书啊？袂正式规定要倒传代书啦。安尼啦，明仔载吼，我才去恁会员行办，哈。嫂，我明仔来陪你去啦。咱吼爱甲每一条客户拍甲清清楚楚，你是袂当食亏呢。小姐啊，多谢你哦。小姐啊，多谢你哦。这春秀啊，真正是有够骄直的，佮真正当作伊是救命恩人呢。那恁即马知影我真爱厉害啊吼！哎呦，这么的厉害！哇，伊拄着大巴肚啦，哈，迄拄啊是春秀啊，上骄直啦。你若真正甲袂叫，哦，伊佮替你得钱嘞。莫讲甲遐歹听啦，但我是咧卖伊迄块地，也毋是咧卖伊啊。但你是咧讲啥？讲实在啦，恁继续，恁继续，恁。哦，来，恁拿。这啥？春秀啊，啊人生做啊真水，佮温柔，边仔佮拄啊欠一个查甫人，看我那个孤单吼，真可惜。我早就看会出你对阮做啊有意思。细声啦。知啦，你咧想啥我拢知啦。我吼绝对会甲你制造机会啦。啊是讲到时你是人甲放袂记啊。你是咧烦恼啥？真正若有迄天，嘿，你就是我小姑安尼。啊，当家己人啊，我开个头可能无你啦。来啦，干啦！佢哋去行哦，啊路南所以麦当劳啦，所以面线啊糊啦，你一食什么你见？啊你好，阿妈再洗头，吼。阿妈，啊你今日有笑，心情特别好哦。妈，反正吼，乡家行落去校，啊，你做你去洗头啦。安尼嘛好，我头若洗好，我直接对会员行去。咱吃到几点啊9点啦。 ？9点哦。哎，啊你慢着好准备呢，准时到位哦。那有影，啊一下袂起来，较叫阵，叫同齐去，有一个查甫人同齐吼，较安心，才袂去互骗去。小静啊，小静啊，三暝阁无转来，这房间安尼乱糟糟啦。这敢毋是我手指甲破链？啊，那走咧小姐的房间。啊，哪安尼啦？啊，这敢毋是阮有着声的照条？这哪有？这无写了的，啊，这个写甲乱七八糟，搁改过，这，我来小姐甲妈妈，拢来甲我骗。遮济啦，这就是头家娘。春秀啊，啊你地契拢有查啦吼？
我无要卖啦。你讲啥？啊，你地契拢有砸啦吼？我无要卖啦。你讲啥？我讲我无要卖啊啦。哎呀，你安尼啦，哎，我大叔拢传来安尼。迄大叔的费用吼，我会出啦。春秀啊，这代志你用凊彩讲讲，一下去要卖，一下去我唔卖。嫂，啊你哪会当反起反倒啦？你倒做阮啥？搞死我！互你拖到拢西哦！妈，我就来找房间哦，看到迄假借掉啦。啥？还个我去互拄着迄手指啦，破烂，你不能还起来骗我？这土地我敢会当卖成？真，恁哦，你这真济啦！你用这手就骗头家娘，我杀掉你死啦啊！我若是会来做，我是有得春秀我囝啊！就是我好心叫雷金啦。搁再讲啦，嫂，搁看那你嘛袂使叫我房间后壁阿敲啊。你是讲什么笑话啊？好啦，好啊啦，唔通安尼起骹动手啦，有话好好讲嘛。搁再讲啊，啊春秀卖土地这件代志，你嘛是有好无歹嘛，大家人上解严重啦。我决定无要卖啊！苏老板，请你回去。哎呦，春秀啊，一定爱卖啦，若无卖你后悔啦。对啦，你若无卖吼，啊，这伙人是要移植落去，我看你又读个小落去啊啦。嫂啊，早晚拢爱卖啦，啊不如趁即马价小好的时阵哦，你赶紧卖卖啦。我讲过啊，我无要卖就是无要卖，请你拢回去。有听到啦？我头家伊讲歹话啊，叫你回去啦哈，回去啦，回去啦！你莫坐在这不嘞，但你别回去啦哈！讲恁两个，但你别回去，好，我才快快有来支持，回去啦！快支持偌久啦！要无几个回去啦，回去啦！哼，笨手！头家娘，今仔日啊，这件代志哦，算是圆满解决啦。其实哦，我唔知这会运行变哪为钱。哟，头家娘啊，时到时担当啦。我去搞来钱，甲迄个假的债主的钱讨转来。无路用啊，迄钱讨袂转来啊。我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头家娘啊，头家娘啊，你较坚强的哦，莫受到什么刺激就变安尼啦，啊，你较坚强的哦，啊你。阿三啊，我想到办法了呢，我会当去有赛车。有赛车？头家娘啊，你大我讲甲卢强强，我唔知影你正经安尼啊，假安尼啊。阿三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即马吼只有这条路会当行尔。你看，我若去有赛车，这我都甲会有行维持落去啊。咱即马先讲明的啊，你哦到时哦莫食到艰苦的时候，讲我无带你动哦。什么艰苦我拢唔惊。啊，毋过哦，咱学车的迄个钱是要倒位欠呢？这我过来想办法啦。春天百花满满市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
边，樱花开甲满满是，无关也在边。三明水守好景致，快乐的春天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过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